你做到本身人呢，教区农村，客家天师今年呢，夏令营是用农事体验来做主题，来自全台湾28代小学生连续3日在高雄美农用耕种、烤土壤，还个在水准烘焙，也都会通来认识台湾青春有为基础农业。一般魔术系等于希腊难度，小朋友係乜千太上，但是同書行嘅和味總背出。米的人路講，佢冇簡單，也係客家電視台今日喺美濃舉辦嘅農事體驗營，來自全台28位嘅小學生嘅，同孩子下來感受人同土地嘅關係。到下水的時候會有點怕怕的感覺，因為土太軟了。其實也蠻困難的，要插直，要插得好，要插的中間距離剛剛好，旁邊的也要插得好，不然就歪過來了。很困難。高速運轉嘅皮帶紅谷嘅變作白米。也所用50人的事，用數嘅作為農國機，供參加農事體驗嘅小朋友睇看人解。客家電視台表示，農事體驗營嘅舉辦最主要嘅目的係喺幫小朋友對農村嘅現況有更深嘅認識。幫小人自家下4天去提供一啲耕田人嘅辛苦，另外就係禮拜要當到小人係北部下來嘅啦，都係希望講幫家長亦嘛感受一下講一啲人撈一啲土地嘅關係體拜師傅為體拜看到傳統嘅農國機，還有體拜包裝能生產出來白米，也要睇農村得到嘅寶貴經驗，開啟小朋友對農業知識嘅認知，嘛希望未來見到人可以來關心台灣嘅農業。客家新聞整份子共同報導。